根據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最新發布的第10年度退休調查，在美國，職場儲蓄者對於退休的信心正持續攀升，然而，這份信心卻顯得格外脆弱，且與僱主的看法出現了日益擴大的分歧。調查數據顯示，過去10年來，儲蓄者的退休信心整體上升了23%，今年有64%的儲蓄者認為自己的退休準備步入正軌。然而，這種樂觀情緒並未讓僱主產生共鳴，僅有38%的僱主認為其大部分員工的退休儲蓄真正達標，此比例創下歷史新低，反映出雙方觀點的嚴重脫節。僱主與員工對未來退休信心不僅存在分歧，也極為脆弱。今年的退休信心指數從去年的68%下滑至64%，說明了信心程度與市場波動存在直接關聯。當市場動盪時，儲蓄者的信心亦會隨之動搖。在財務壓力方面，現實情況令人憂心。儲蓄率中位數從2022年的12%下降至今年的10%。與此同時，對未來財務安全的憂慮卻在上升。近2/3，約64%的儲蓄者擔心退休後會耗盡積蓄，此一比例較去年增加了10%。這種焦慮尤其在接近退休的族群中更為明顯，有28%的已退休人士擔心無法維持穩定的月收入，比例較2020年的16%大幅上升。面對不確定性，儲蓄者強烈渴望獲得保障。高達93%的儲蓄者對退休收入產品表示興趣，更有74%的儲蓄者表明，如果他們的退休計劃能提供保證收入選項，他們願意增加儲蓄，此一意願較2019年的65%顯著提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所有的僱主都感受到了這份需求。100%的僱主認為自己在幫助員工獲得退休收入方面負有責任。不同世代的準備情況也有所差異。54%的 X 世代儲蓄者認為自己準備進度良好，這是所有世代中比例最低的，顯示此一年齡層面臨着特殊的財務壓力。此外，經濟壓力也改變了儲蓄者的行為，有57%的儲蓄者表示願意在緊急情況下從退休賬戶中提款，此比例較2020年的33%急劇上升。社會福利不代表退而無憂。總結而言，調查結論指出，除了既有的自動註冊與目標日期基金等工具外，積極管理、另類資產以及創新的收入解決方案，將是幫助投資者彌合儲蓄缺口、為未來做好準備的關鍵工具。擁有退休社會福利的國家不代表僱員可以退而無憂。專家亦建議要多方面管理退休資產及需要有創新的收入策略。你有否想過我們所面對的退休挑戰可能更大呢？未來經濟及個人轉變難以預計，投資表現在風高浪急的股市更難預測。有人說計劃追不上變化，但沒有計劃更難應對變化。所以不論你身處哪個人生階段，都應該為未來退休生活盡早計劃，運用時間降低風險及善用複息效應累積財富。